爱实现疼痛的人生。咱个第一集个唱一届，要这里是打成2拍，在这边来。祝咱我互相吃了亲像你吃了我，把阮做兄弟姊妹天地，三定无法困求你让阮中间转弯，身心坚定，愿拢受完全吃了谁的疼痛人生。祝求你让阮用心理想，生活中咱地球的人生我多珍惜，茫茫山，就算阮关心别人无分，阮无外放，无论伫啥款情形，拢得夫妻疼痛。第三，求主叫我改变阮行动，坚定心志，让自己人生中担用听，实现真理。就咱你叫我无忧对高，情愿幸福，这多领受你写的永久的快乐。第四，因你若有做人靠无得到安慰，期待受尊重，吃了得到美好公义，用心的人讲风化凡事，坚持真实，求主诚心来敬心眺望，阮的合意。真正是爱求主的圣神来更新咱每一个人，互咱会当讨办，互咱会当完全来合一。好，咱搁唱另外一首281首。即时，上帝即时临在，大家来同心敬拜。好，来。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时敬拜，你主面前虔诚菩萨。上帝的圣平安，大家恬静礼拜，心肝全意敬虔跪拜。我的天父上帝，愿主你名华美，我努力安待。上帝永远存在，万物皆爱，万心万众为你敬拜。现在，现在，现在，永恒到天台，弥撒圣光，尊敬后世。我求主阿乐听，万树因被理想，让我努力传扬。好，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备心来参加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准备开始，请就今仔乖囝来备拜心来敬拜。
全队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羊的羊群。请咱做伙吟诗献诗第281首，献诗第281首。上帝只是人才，请咱去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地，同常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甲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同前来启演文第64篇，启演文第64篇，也就是那个书第1篇，记载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启，请兄弟来演，咱用教导的方式来启演。
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若无天顶长势因气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这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得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灌满的骄傲。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通见家己简单讲道理就好。敢听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看了以后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诶详细卡措，互人得到自由，互迄完整诶律法，阁有地坚守诶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咱有若想讲家己真欠闲，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地欺骗家己，即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国慈悲的上帝，阮要学乐感谢你，因为你使阮会使透过祈祷来悔改认罪，来显明你的信实、公义甲慈爱。主啊，你知影阮伫无太中带着罪来到这个世间，最捆绑互阮无顺服，然后过后生气，阮都互阮顺着这个世间的不义甲情欲来行。影响阮离开主的道路。主啊，我要安尼祈祷。主啊，我要真实的感谢你，透过你的神甲我同在，互我看起家己的罪，小来承认阮的罪。透过主耶稣基督替阮定十字架，将阮的情欲共款定在十字架顶，除去阮的罪，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主啊，只是阮恳求你，甲无私伫地，互阮伫无主的讲道中，听到主的话，互主的话时刻嵌伫我的心内，互阮所行所做，拢是合主你的家事，才做阮一生的帮站。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来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6节。伊所属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羊的，甲教导的。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子民，同做服侍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最后，咱通对上帝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识来长大心灵，达到上帝完全的前途。安尼，咱就无搁做因仔，互欺骗者编造出来所有的错误的学说，拖地行飘来飘去。咱反转来，着用疼谈讲真实。伫达各方面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对于身体大均在互相连接，三支持，大个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
互规个身躯长大用疼建立起来。愿上帝祝福领受伊个话的人，照按伊个话去行的人。只是请青少年团契要来学罗上帝，因为因的诗歌是主，你是我的力量。愿意找水的歌声，加做芳芳的节，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咱为咱真祷的是本堂林老师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伫主内的成分”，将时间交予牧师。下这平安。咱真感谢主搁想思好，咱今仔日有一个好的天气，通好来敬拜主。头早咱青少年团契带领咱来到伫上帝面前来献上咱的懊恼。伊讲主是咱的快乐甲帮助，也求主帮助咱，互咱伫逐个时阵，咱所活的任何时期，伊的快乐。伊的话语拢诚做咱的快乐甲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到你，伫主你成的主日，主你搁一摆来为你阮来到伫主你的殿院，但愿你家己用你家己的话来诚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互阮会通安尼，毋是干那知影主你的话语，乃是有法度。照着主你的话语，安尼来说义行，互阮所活出来的，真正是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儿女。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伫咧顶一遍，咱捌讲起着即个谦卑就是啥物货？谦卑就是安尼放下咱的权利，
转去到伫咱的本位，就是安尼放下咱家己的迄个原本的迄个权利，转去到咱应该爱有的迄个位置的顶面。伫咧咱迄个中间，咱嘛讲起着即个耶稣伊有放下4个即个层面的即个权利，就是做上帝的权利、得荣耀的权利、甲着生甲死的权利、甲着被尊重的即个权利。所以咱要搁线接就来讲起着即个耶稣讲起的即个第2个即个模范，就是安尼伊放下即个得着荣耀的即个权利。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耶稣来到伫即个世间的时阵，伊并毋是安尼，咱讲浩浩荡荡吼，乘云驾雾安尼轰动世界、行动武林，安尼临到伫即个世间。耶稣伊选择的是一个上安尼，互人安尼看袂到的迄款安尼身份，就是伊取了迄个奴仆的迄款的身份来到伫即个世间来服侍人。对耶稣的迄个诞生，安尼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伊迄个规个成长的环境，伫到伊的即个侍奉的顶面，耶稣伊拢无有选择迄个迄个享受的迄款安尼的人生。反正伊选择点点降生伫咧即个马槽的即个所在，一个真无舒适的一个环境。咱若有机会去到伫即个以色列的所在，咱会通看见啥物是马槽。咱有当时伫咧即个圣诞节的即个表演的所在时阵，咱会通看见有当时是用一个柴箱用稻草顶食的。但是咱若真正去以色列所在，啥物是马槽？迄是一个土做的一个安尼，差不多1公尺宽差不多较无到半米的即个深度一个安尼土做的一个那像一个类似咱石磨共款，是四角的，长了的四角的，内底安尼放了侪侪草料，耶稣就生伫迄款安尼的所在，一个真无爽快的一个环境。伊选择成长的一个所在，嘛是一个无真青野的即个木箱的即个家庭的所在。伊伫迄种中间伫咧伊的侍奉的内面侪人当伊安尼伊的侍奉非常安尼真有果效的时阵侪人伫遐安尼要安尼爱伊来做王的时阵，伊选择啥？伊选择退去到伫山顶，伊怎稳重伊家己伫咧即个旷野伫咧所在。当耶稣伊光安尼阳光来进入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伊嘛无骑到迄个当初是迄个战士的记号，就是骑迄个马伊乃是选择一个骑到迄个安尼细细的即个驴驹小驴驹，迄是一个和平的记号。耶稣伊一生伊不断伫遐放下迄个会当得到阳光的迄款安尼机会，伊安尼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放下，伊会通享受迄个应该伊会用得到迄款安尼的迄个阳光的迄个权利。伊选择过着一个真安尼稳重的迄个生活，这就是耶稣的谦卑。咱敢有法度愿意来伫遐安尼学习耶稣？安尼放下即个得到阳光的权利，放下咱家己的地位，咱的侪的即个职称，用着奴仆的形象来安尼参与伫教会内面的逐样的服侍，甚至伫咧咱的社区内面，咱所做的任何的遮个事奉，就甲亲像咱伫国内，咱准备咱要去到伫即个社区来关心着侪遮个弱势家庭。咱要伫迄个中间来关心伊，咱是用着一个什物款的形象，要来去服侍遮个兄弟。伫咧咱的教会的即个传统的内面，原本迄个尤其是迄个牧者也是长老的迄个案例，迄个范畴，原本是教会互即个牧者也是长老一个肯定，甲着伊咧牧会的一个权柄。但是却伫咧迄个不知不觉的迄个过程内面，落尾手煞阵真做一个骄傲的迄个罗网，
对于迄个真单纯服侍主，渐渐就转转伫咧因为迄个安尼转伫咧即个欢手的迄个服侍的一个目标，安尼欢手了了，真做一个迄个讲叫做地位，甲着伊的迄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也真做伫咧教会内部内面会做迄个斗争，也是分裂的一个主要的即个原因之一。人用着迄个讲职称吼，迄个称谓来代表迄个家己的迄个身份，人搁安尼照着无共款的迄个咱讲积分无共款的迄个待遇像咱互人无共款的迄个待遇，甲着迄个无共款的尊重。这也就安尼后来促成了，伫咧咱近代教会内面，哪来哪济咱会通看见的，就是有哪济牧师、使徒、先知等等遮的称呼来伫遐出现，甚至佫有自称讲伊是迄个使徒中的使徒，安尼迄款安尼的称呼。咱并无否定遮的积分，伊的存在，甲着伊的迄个运用。咱嘛真深信讲，上帝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时代，上帝会兴起搁较济，咱讲即种叫做有从执事的即个积分，会兴起搁较济即款安尼的人来伫咧伊的教会内面做真好的工。但是咱却无赞同，就是将即个积分改安尼讲化做迄个叫做身份。这份并毋是身份，这份是咧发挥功用、功能，互基督伊的身躯安尼会通得到建立，就是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所讲起着。圣经内面无有用着即个积分来称呼人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根据。咱若来看保罗伊伫遐，伊知影伊家己是迄个使徒迄款安尼积分，但是伊并无将即个使徒诚做伊的迄个安尼讲职称，诚做伊的职称，讲伊是迄个保罗使徒，也是讲迄个使徒保罗。伊敢若讲伊家己是啥？伊讲伊家己伊是迄个做基督的使徒的保罗。伊真清楚知影，伊家己所呼召是诚做迄个外邦的迄个使徒，所以伊真清楚知影伊家己的迄款安尼伊的积分，所以伊受苦，伊知影伊即个积分了了，伊讲安那？伊讲我受苦是为着要互外邦人会通来安尼顺服，也是讲信服即个即个真道，来顺探即个真道。但是咱会通看见的，就是现今咱侪人将即个积分当作身份伫遐来称呼人，以为讲是迄个尊重迄个积分，其实真正对积分的迄个尊重，无在伫咧迄个称呼的顶面，乃是要认清搁较甚至是接纳迄个积分，互迄个积分的迄个功能袂抵到受到诽谤甲着迄个阻碍。亲像保罗，伊无掠伊家己的即个使徒即个积分来做看口，但是伊却安尼期待的信徒会通安尼认捌伊迄个外邦的迄个使徒安尼迄款的即个事奉这就是对迄个积分的迄个尊重。所以咱无应该只是干那伫咧即个言语的顶面底下来尊重即个积分。迄个职称，搁较迄个搁较爱伫咧即个无共款的即个积分咧发挥的时阵，应该咱彼此伫迄中间来接纳甲尊重。也就是讲，咱伫咧教会内面，咱应该伫咧教会内面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这个拢总是要来为着要互教会的即个所有的事工，上帝的事工会通得到真好的即个推动，但是毋是伫迄中间讲啥物人比人较大，尤其是伫咧咱长老教会，咱是小会聚会的即个
教会，什么是小会智慧？牧师是迄个讲叫做迄个言语的长老，哦，就是讲咧讲去咧分享上帝话语的长老。咱所选立的长老是迄个叫做伫咧推动事工的遮个长老，拢平平伫咧上帝教会内面，拢是平平互相伫迄中间来安尼为着教会伫遐咧导无教会的兴起甲兴旺。所以无有啥物人较大，啥物人较细。咱伫迄中间上重要的是要期待，互主的教会会通有一个真顺利的运作。所以牧师若确实有任何啥物款的领袖，有啥物款的异象，毋是讲牧师说了算。这伫咧咱的长老教会内面，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是小会智慧，所以牧师有任何的领袖、任何异象，爱转来到伫小会伫迄个中间，来甲着其他的小会员伫遐来分享。伫遐甲因分享了，小会员伫遐来甲牧师有伫迄个中间来分辨，即个是毋是真正对上帝来的迄款安尼异象。所以小会员真重要，是安怎重要？伊爱需要伫迄个中间去分辨牧师今仔日伊所领受的，是毋是真正对上帝来？所以，若安尼讲起来，咱的小会员，伊若甲上帝无好的关系，伊要安怎会通甲牧师来同齐分辨，啥物话是对上帝来的迄个意象？所以，求主帮助咱是一体伫迄个中间来，伫迄个中间导无要兴起上帝教会。所以，伫咧迄个中间，咱无伫遐彼此伫遐讲啥物人较大，啥物人较细，咱是伫迄中间为着的是要。互上帝伊的生命会通伫咧教会来得到真好的推动。咱若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若将即个积分当作是一个职称，毋若是无尊重即个积分，反倒是互人无尊重即个积分的迄款的危机。咱会当来想看觅啊咧，即个积分会互人来得到比较，互人犯罪啊未？点解咱会有人讲，有人会问讲啊，牧师会犯罪无？牧师会犯罪无？会啊，牧师毋是袂犯罪，牧师嘛是人。到底牧师即个积分敢会犯罪？牧师即个积分是伫遐牧养，伫遐来迄个照顾人，是上帝为着要建立伊即个基督的身躯所赐予教会的一个积分。即个积分哪会犯罪？但是人因为有可能会犯罪。当人把即个牧师即个职称当做一个一个身份伫遐来称呼伊的时阵，若有即个牧师职称的即个人，伊来伫遐比较犯罪，即个社会对牧师的迄个印象就会比较来伫迄中间来扣分。所以咱会通看见哪来哪侪即种的代志来发生，就是人会对迄个会失去对牧师的即个积分的迄个尊重，这正是因为有咱会看见侪遮个咱伫咧即个遮个西方的遮个国家对牧师的迄款的印象，因无搁再感觉讲牧师是一个真神圣的即个事奉，反倒对牧师安尼抱着一个安尼不屑轻视的即个态度。我讲要我若安尼讲这是安怎？迄是牧师做得来。咱会当今仔日咱会当看见咱有偌济教会牧师伫咧做礼拜的时阵，牧师伊嘛无尊重伊即个牧师的积分。教会互牧师即个积分的宽便，牧师穿着牧师袍，但是咱即马会通看见的是哪来哪济做礼拜的时阵，牧师。穿着安尼真，咱讲很漂亮的服装，很吸引人的服装。伊有真正尊重即个牧师的积分无？当伊若开始伫遐用着即个世界的迄款的迄个判断来伫遐来吸引会众的时阵，吸引会友的时阵，会友安怎看待伊的牧师？今仔日即个牧师足fashion的，但是伊所宣讲的
真正是有法度帮助会友。伊对伊家己所宣讲的，伊有真正安尼有看重无？啊，是伊对伊家己的伊即个身份，伊只不过是那像咧做一场的表演。所以求主怜悯咱。既然咱无应该将即个积分化做一个职称，安尼咱伫咧教会内面应该用什么款的什么款的咱咧讲称谓称谓，什么会是咱伫咧主内面的迄个身份？我有列一寡即个通好咱来通参考的一个身份，就是这是咱伫咧圣经内面。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合宜的一个称呼。第一个就是迄个兄弟姊妹。伫咧马太福音23章内面讲，咱毋通接受迄个劣比的称呼，因为咱只有干那一位老师，即个老师就是咱的主基督，咱拢是兄弟姊妹，咱拢是。共一个爸所生的，也就是咱的天父，伫咧共一个家庭，就是即个咱的上帝国，彼此的身份咱是平等的。所以咱伫咧主的内面，咱身份是兄弟姊妹。第二个就是咱是仆人。伫咧马太福音第20章内面讲，咱伫咱的中间，咱毋是安尼，咱伫咧咱中间，啥物人要做大，啥物人就做其他的人的采用。迄个要做头的就做恁的采用，所以咱伫咧主对咱的迄款的要求是，咱彼此伫迄个中间，彼此来伫遐服侍，诚做咱彼此诚做对方的即个安尼采用。这就是伫咧咱的咱华人的即个教会内面有一个真好的传统，就是咱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伫咧教会内面拢毋是头家，嘛毋是迄个伫遐咧安尼讲咧使唤人的，乃是要迄个服侍人的。所以咱彼此伫咧咱的主的内面，咱彼此拢总是仆人，毋是咱的兄弟。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当作仆人，是咱诚做咱的兄弟姊妹的仆人。咱伫主的内面，咱是主的仆人。第二嘛是共款的，就是奴仆。伫咧中间，罗马书内面讲起讲，咱既然对罪内面得到透放，就诚做上帝的奴仆，就结出侪果子，直到成圣。所以迄个结局就是永生。所以咱就通知影，耶稣用着伊的宝血，将咱对死中间来甲咱买，安尼咱讲甲咱救赎出来。所以咱伫上帝，因为既然咱得到上帝迄个救赎，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拢总是伊的奴仆。咱终生规世人拢总是要来为着要来服侍咱的主。第四，就是咱是囚犯。啊，像咱保罗伊伫遐讲起讲我为恁。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的囚犯、囚徒，来伫遐替恁祈祷。所以，咱彼此之间，咱伫主的内面，咱彼此诚做基督耶稣的即个囚犯。咱伫迄中间为着咱的主内的机体，诚做主耶稣基督的即个囚犯。做啥代志？替咱的机体祈祷。我毋知影咱中间，咱到底咱有偌济人伫遐安尼不断伫遐安尼伫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伫遐代祷。咱教会逐礼拜咱拢伫咧周末内面拢有放一份的即个代祷函。我毋知咱偌济人真正有真细腻伫迄个看内面迄个代祷函。有的代祷函的内容是重复的，是因为迄个中间。有需要咱继续伫遐代祷，但是咱无因为重复，咱就来无伫迄中间来代祷。乃是咱伫迄中间不断来为着咱所关心的每一件代志来祈祷，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台湾，为着咱的即个社区，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兄弟姊妹内面遮的所有的肢体来伫遐祈祷。
因为咱伫主的内面，诚做基督的囚犯。这个囚犯是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做。第五，嘛三亲像叫做死犯。保罗将即群安尼伫遐专心服侍主的即个所有这正使徒，形容做迄个伫咧基督内面的迄个定了死罪的即个囚犯。伊为着要互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互正人来看，所以咱诚做咱迄个保罗伊讲，咱若亲像一台一台戏啊。咱拢是演员呢，互即个世界，互天使，互正人伫遐观看。啊，若既然是演员，安尼请问导演是啥物人？啊，搁观众是啥物人？观众是咱的天父上帝，伊伫遐看咱所演出的，咱所画出来，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导演呢，就是伫咧教会内面，咱所有这正当工，伫遐帮助咱所有正兄弟、牧师、长老、执事，咱伫咧中间帮助咱所有正兄弟，会通伫咧教会内面，伫咧咱的即个社区，伫咧咱的家庭，咱会通做真好的迄款安尼的一个基督徒的迄款的性命的迄个展现。互咱会通安尼，互咱的即个社区的朋友，咱的这亲情朋友，看见咱的迄个生命的改变。主讲，咱若亲像迄个定了死罪囚犯，要互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互因来看。即个世代敢是已经近啦，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咧即安尼咱会通看见迄个连耶稣基督。伊嘛愿意将伊家己的性命来献出，亲像迄个殉道安尼，互后来去耶稣安尼所迎接的即个司提反共款，咱伫遐安尼为着咱得着主迄款安尼的身份，咱伫遐来诚做主的即五种的即个身份。伊即五种的身份伫遐提醒咱，咱着谦卑。爱服侍咱的主，就爱放下咱所有一切即个权利。咱伫咧世间人的面的眼光眼中，咱的侍奉不过是干那毋是迄款安尼哪来哪请赢，哪来哪风光，哪是哪来哪无自由。安怎讲？因为咱伫咧主的身份的内面，咱有足侪代志是咱袂通做的，为着要互主的名得到荣光。所以，咱有迄个侪袂用做的代志，会迄款的迄个自由。但是咱若搁讲倒转来，咱嘛因为咱有无需要做这代志，会迄款的自由，敢毋是？所以咱会通安尼放下咱家己的迄个自由，伫咧主的内面得到一个更较大的迄个自由。所以咱就应该明白，伫咧主内面迄个真正的身份，咱就会发现。其实咱无有啥物通夸口的，因为真正了不起的是咱的主基督，敢毋是？所以感谢主耶稣我安尼，互我有迄个机会，伫咧2018年的4月，互我有机会去到伫即个以色列，安尼去安尼伫遐一游。当我去到伫迄个所在去到伫即个加利利湖的即个湖边的时阵。看见迄个湖边安尼真水，伫遐安尼开始想到主耶稣，伊捌伫咧即个所在，伫遐安尼伫遐行踏，伫遐迄个发生侪种的遮事安尼事业，嘛伫迄中间感叹，安尼伫咧圣经内面有几个记载。就是伫咧即个加利利湖的即个所在，迄个湖的四边，总共有3个所在的即个城市消失去。即3个城市就是叫做伯赛大，甲哥拉汛，甲着即个加别龙。咱若去到伫加别龙的所在，咱刚刚看到一寡伊的遗迹，
嘛会通伫咧加百隆的所在看到第一世纪，就是主耶稣迄个时期的迄个会堂，啊是已经敢若剩几个骨架安尼那尔。迄所在，就会去想起着主耶稣捌伫咧迄个中间，伊伫遐讲起讲有灾下啊，伊伫遐讲起着啊，我头讲起着即三个城市，就是吉赛代、吉拉顺，甲着即个迄个加百隆。伊讲起着即三个城市有灾下啦。伊安怎去主耶稣安怎形容即三个城市？伊伫咧路加福音的所在，伫遐讲起着讲遮个法利赛人惨啦，因为因爱坐伫咧官位，伫咧即个市场口，伫遐互人来甲因请安。可见咱若是敢若注重迄个身份，迄个咱讲头衔，伫咧即个安尼无属伫咧即个世上的即个世界，即个咱咧讲天国文化的内面的时阵，安尼就真正有灾的。因为伫咧上帝国内面，并无遮个身份啦。咱伫咧主的国内面，咱拢总是共款的身份，咱是敢若叫做得到上帝的欢喜接纳，咱穿着白衫，伫主的徛伫咧主的面前，伫遐来敬拜主的一个人，安尼那尔。所以，咱若伫咧教会内面，真伫遐爱人伫遐甲咱请安，伫遐意爱迄个头衔，主耶稣讲惨啊！主耶稣讲有祸了。所以，咱不管是伫咧任何所在，咱爱知影，咱头到迄五个身份是啥物货。所以，咱共款，咱所活出来，咱就是无搁在意着遮个身份。第二个。伫咧即个马太福音内面，边仔共款拢伫咧马太福音内面的记载内面，讲伊安怎讲？讲毋过恁毋通互人称作劣比，因为恁中间只有一位老师，恁拢总是兄弟姊妹。可见迄个人的本性真意爱安尼别人称呼咱做老师，感觉人咱有一寡物件会通好来甲人教，但是这却无符合即个伫咧天国内面的。迄款安尼迄个价值观，因为只有一位老师，咱嘛只有安尼一个天父，所以咱彼此咱只有敢若叫做兄弟姊妹，咱无搁再伫遐彼此伫遐来称呼啥物货。这也就是安怎？阮牧师伫咧迄个，我伫咧还未去读新人医进前，阮伫即个教会，伫咧开拓的教会。阮伫咧台中开拓建行教会的时阵，阮不管伫咧教会内面你是啥物款的职分，阮拢一律是称作兄弟姊妹。所以伫咧教会内面，不管我是做教会长老，人叫着我，敢若叫做耀新兄。迄敢若出去到伫教会外面，人才有称呼我的即个叫做职分的名。去到外面，人会叫我耀生长老，但是袂伫咧教会内面叫我耀生长老，敢若叫我耀新兄。因为阮真清楚知影，伫咧上帝国度，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咱拢总是兄弟姊妹。我只有敢若母咪兄、母咪姐。但是咱会通看见，即摆偌济教会，偌爱人有像某某长老、某某执事。咱看重迄个职称。第三，伫咧腓立比书内面讲起讲，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迄个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牛。圣经伊伫迄中间，甲咱讲起着，咱会通看见就是安那，世间人其实。迄个会通看见的，就是迄个咱的人真容易将咱的目睭放伫咧咱头壳顶，咱容易看见着别人比咱较不如的所在，咱真容易去安尼去找着别人的即个安尼，咱讲叫做，不管是伊的弱点也好，也是迄个感觉讲伊比你较无好的所在。
咱真容易挑到人家的毛病，但是咱却很难挑到自己的毛病。保罗伊真做咱的一个真好的模范。咱若对圣经内面咱通看见的，伊不管是对伊家己的身家，伊家己甚至伊的出身、伊的资产、伊的学历、伊的能力，拢安尼会通讲非常，伊就是有一个有才情的人。但是伊悠然伫咧主的内面，伫遐谦卑，伫遐安尼看无家己。所以咱要搁一摆来想，就是伫咧天国的内面，即个天国是咱安尼得救了，咱要入去的即个国度。只要有国就有王，也有即个国民。伫咧这个地上，咱每一日，咱伫遐学习要怎样过着一个天国的迄款的生活，并且搁带人要进入伫咧即个国度，因为咱有一位真好的王，敢毋是？伊是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即个主宰，伊永远安尼袂死的迄个王。但是这位好王却因为伊欢喜听咱，为咱来甘愿放杀伊的性命，伫咧即个十字架顶，互咱毋但会通成做即个天国内面的即个国民，也成做伊上帝咱的天父上帝的囝儿。伊毋但供给咱逐日的即个需要，伊也带领咱进入伫咧伊所创造的迄个要互咱的迄个，咱讲即马伫咧上新的名词叫做命定，也就是伊托付咱伫咧伊的国度内面有无共款的位置。耶稣伊甲咱讲天国的律法甲即个摩西的迄个律法有无共款的所在。伫咧即个天国的内面，天国的律法关过迄个旧约的迄个标准。伫咧对外在的即个行为，咱需要转换伫咱内在的，包括咱的意念，拢总是咱来得到改变。咱无搁再干那用有一个外在的行为，互人安尼看安尼那尔。所以主耶稣伊安怎教导咱？伊讲怨恨人的人就等于安尼害死人。伊讲主耶稣伊讲对妇人人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你干那意念呢？连行为都无的，干那心内咧想安尼那尔。你心若有侪的忧闷，也是讲安尼挂虑。主耶稣讲安尼是咧，迄个咱讲羞辱我们的上帝。因为你既然你是基督徒，咱讲咱倚靠上帝，咱伫遐信靠咱的主，咱啥事抑阁有侪的挂虑。咱的主敢是教导咱应该将咱所一切挂虑来放下伫咧伊的手的嘛。伫咧咱的即个世界内面，咱借钱还钱，这真应该。但是主安怎教咱？伊讲借钱的人，你着爱有迄个无，你着爱有迄个想着讲，你无期待伊还你钱。伊讲对迄个恶待咱的人，讲安怎？咱毋通报复，就将迄个炭火放伫咧伊个头顶正的。所以要活伫咧安尼的迄款的国度内面，马太福音内面，伊安怎甲咱教？伊伫咧教讲，伊讲耶稣甲咱讲安怎讲？我实在甲恁讲，伊讲迄个税吏甲一娼妓比恁较大声进上帝国。安怎讲？因为这个税吏、这个抽象的，甲着这个娼妓信主耶稣的话，但是这个包括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包括这个犹太人，因熟悉上帝话，敢无安尼熟悉到有剩？但是因安怎？因看见主耶稣伊所做的，因毋但无悔改，嘛无要信伊啊。所以这个信真要紧，咱要有一个坚定相信。安尼迄款心志，今仔日咱偌济信基督徒伫迄个看着圣经的时阵，咱对圣经充满了侪的怀疑。真正安尼吗？
上帝话语，咱伫咧中间有侪怀疑，是安怎咱会怀疑？因为咱甲咱家己掠做主。当咱欢喜真正将上帝话深刻刻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欢喜伫遐顺叹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要安尼成做天国内面的一份子。因为咱确信主的话，佮照安尼去行，就较亲像这个抽象，甲着这个枪击，因伫遐欢喜来顺叹共款。第二，咱除了相信以外，佮需要有行为来配合咱的所信的。就较亲像咱看迄个圣经内面，即个有一个譬如，伊讲到即个葡萄园内面，伊有两个即个园主有两个囝，即个园主安尼甲即两个囝安尼要求因去即个园的伫遐做工，一个甲讲，甲伊的老爸讲好，伊要去，但是却无去；另外一个讲伊要无爱去，落尾伊家己去。圣经落尾手安怎讲？讲安尼。倒一个搁较安尼讨即个园主的欢喜。伫咧雅各书内面，伊搁较甲咱讲起着，咱的信仰就是信心，甲着咱的行为爱不断伫迄中间交互运用。无行为的即个信心是死的，无信心诚做根基的迄款行为，犹原也是安尼无根基，无通倚靠。所以求主帮助咱。第三，咱伫咧中间会通看见的，就是咱需要有迄个备办咱的心来预备迄个将来迄个审判。伫咧中间，伊讲起着，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伊讲起着讲，咱的义若无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绝对无法度进天国。兄弟姊妹，侪时阵，咱会将咱的这兄弟姊妹因所活出来的迄个行为，咱有当时咱会甲讲用到一个譬如那亲像法利赛人共款。我相信咱需要的是，咱应该来反省咱家己，咱到底咱的义敢有赢过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今仔日咱领受安尼经文的时阵，咱搁一摆来。好好来去想，迄个得到福气，甲得到灾祸，是在伫咱所行所做，来反映咱到底咱信的是啥物？咱是毋是信到尾后落尾手，咱干那安尼伫咧教会，伫咧即个世界，咱干那在乎迄个职称？我捌一摆我看见一个牧师，伊互我一个名片。迄个名片面顶写一堆的头衔，某某病院的董事，某某啥物会董事长。牧师上大的职分，敢毋是就是牧师嘛？就算互你摕到博士，你嘛是叫做牧师。你若袂晓尊重你即个职分，你搁较侪头衔就无效。伫咧天国的国度内面，迄拢无算啥物货。今仔日咱伫咧教会内面嘛是共款，敢毋是？一天咱爱面对迄个白色的大宝座的迄个审判，是照着咱个人咱所行，咱所来互主来受审。所以求主帮助咱怜悯咱，互咱真正会通好好来搁一摆来亲像，咱到底咱信到尾啊，咱到底咧信啥物货？咱所在意的是啥物货？牧师犹原共款准备3个问题，互咱家己来去好好来去想。伫即礼拜，咱会通好好来想。耶稣伊的性命是一个谦卑的性命，伊为咱安尼徛着安尼2个榜样。第2个榜样就是安尼，伊放下即个得到荣耀的权利，伊是怎样来做到的？安尼，咱愿意来放下即个得到荣光安尼的权利无？第2个，为虾米安尼将即个积分当作职称，若无法度，毋是尊重积分，反倒是会互人无尊重即个积分的危机。教会内面，咱有拄着安尼款的问题无？如果若有，安尼咱要做啥物款的较具体的咱的行动？第3，
咱无应该将即个积分来化做一个积清。安尼，啥物会才是咱伫主的内面的身份？咱头拄咱有已经有分享过，咱伫咧生活内面，咱有常常提醒咱伫咧主的内面，咱家己的身份也无。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咧即个拜内面，咱搁一摆定好好来去想，了了，期待咱的性命会通得到改变。咱欢喜来谦卑弃权，互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来掌权做王，互咱的一生真正会通安尼活出主爱咱活出的款式，互咱所行所做每一项，拢互主的名得到荣光。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主你圣神的光照的面，主你搁一摆来光照阮逐人。主，阮到底阮所信的是信什么货？阮到底阮所信的是信到尾后，阮干那咧要义，阮是一个牧师，阮是一个长老，是一个执事，是某某一个职称。是阮伫主你的内面，阮是主你的奴仆。伫主你的内面，阮是诚做安尼为着阮的肢体来诚做安尼定死罪的囚犯。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得为着阮的主来肢体，阮欢喜来谦卑，彼此服侍，诚做奴仆，来为着主你的教会来图谋主你教会你的国度的广阔。愿你的神不断来光照阮，引导阮，带领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齐用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85首，圣诗第485首，主责我互相接纳，请咱起立来应全首。今日是时奉献主日，请有准备的来准备来奉献。
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阁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手术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我感谢你，予了你极大的阳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咱当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的人，通毋免奉献。请李二新执事跟魏庄训执事来实献。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就是我今日有遮尔好的天气，互我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恭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愈活愈谦卑，会当一生为着主你的荣耀来做服侍。当阮献上阮你所赏赐阮淡薄的金钱来做教会圣感的内容，求你感纳。我安尼祈祷，我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真句，咱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请对互相建立三支持，在基本公联，互规个身体勇大勇建立起来。以后所属第四章杂，我们再念一次。对于身体的特军节，互相结接、三支持，大家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个身体长大勇建立起来。以所属4章16节。这是咱医生报告。那这边有一个杨志强弟兄吼，那是郑美玲姐妹介绍的，不知道有没有在现场？好，那我们来欢迎他。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们欢迎他来参加我们聚会。志成弟点兄词就为他代祷。是美玲的先生。刚刚2个是夫妻。哦，他们2个是夫妻。OK， 好。好，那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或比较早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来看本周的报告事项。第一点，本周是11奉献主日，让我们用感谢的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今天是本年度的查章日，请各团契将今年到1月到10月的原始凭证跟现金账交给那个郑美珍长老。第3点，妇女团契2023年的同工会长已经选出来了，那会长是林家珍，副会长是庄芳美，书记是邱桂智，事故是郑美珍，灵修是林淑慧，联络是林家珍，音乐是吴淑锦，顾问是黄碧珍。学青小组的同工也都选出来了，那组长是曾木恩，灵修是胡勋礼，事故是庄景文。那教会诗班2023年的同工也选出来，那诗班长是曾建敏，副诗班长是李恩兴，联络是庄淑华、方美珍、庄芳美，事务是赖碧爱。那司库是简秀美，普务是张淑芬、李淑慧、陈清慧，指挥是我们吴淑金老师，伴奏刘居里跟李琼儿。第6点，那下礼拜6的下午1点，在我们教会这边有进行圣诞布置，那这边就邀请各个会友来一起参加我们圣诞布置，因为圣诞布置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单一的责任，那是大家一起为我们教会所服务的事情。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欢迎大家就是礼拜6的下午，如果1点可能早了点的话，可以晚一点没关系，但也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布置。那我们也会准备一些餐点来欢迎大家。第7点，下主日是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由神学生吕少伦老师代表学院到本会请安、报告跟证道。那我们的牧师会受派到3星教会，那我们也持续为这些事情来奉献祷告。那礼拜后将召开主日学教完会，请同工预备心参加。第8点，台湾教会公报圣诞糕点开始接受接受登记的部分哈，那有需要的人可以到招待桌那边去做登记。第9点，本会携手爱无限2.0的关怀事工，那计划于12月1号到20号这段时间来针对我们宜兰市附近临近我们教会区域的弱势家庭做发放的动作。那昨天已经有召开了发放的行前说明会，那有没办法参加的兄弟姐妹可以上我们教会的 YouTube 这样子官方网站，我们已经有把昨天的开会内容有上传到上面。那如果有想要做这方面服事，或已经准备好做这方面服事，昨天没有来开会的人，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那个影片的内容，然后就知道该怎样进行。第10点，更生团契每年主办天使树的活动，关怀受刑人未满18岁的子女。那在圣诞节的季节里，为这些孩子们送上一份礼物。那今年依然现有68位小朋友申请那每份礼物350元。那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此事关心代祷及奉献。那肢体消息，14号的上午9点半，在中山教友教会七星中会举办第72届第1次的会议。那由我们的牧师跟代议长老冯林慧、庄芳美一同代表参加。第2点，那也是14日的上午8点半到12点，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有总会有举办高龄关怀事工小组举办的高龄关怀事工成果分享会那欢迎各位长辈报名参加。那详情请洽那松年团契的会长陈立淑会长第3点，15日于上午9点半于五节教会南洋区举行2022年度第4次区会，那由我们的牧师将代表参加。那18日的下午1点到19日的下午3点，总会教育委员会在新竹的圣经书院举办第16届主日学老师灵命培育生活营。那报名简章跟详情那可以洽主日学校长郑建明校长
那第5点，2023年1月30日到2月4号，在圣经书院有举办大专事工委员会举办的第60届大专那个圣经神学研究班哈，那欢迎学青们参加。那有需要的请洽冯燕云辅导，那也可以看公布栏的海报。再来就是圣诞月，那我们教会跟联导会在宜兰市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哈，那这些活动非常的多，那请各位逐一的看，因为从11月的27号就一直到12月的24号，那非常多的活动，包含有在各公所举办的点灯活动，或是宜兰市公所点灯活动，或在县府的点灯活动，或是我们教会在12月11号会举办联合圣餐的礼拜。那在17号也有在那市民之声的广场那边有举办一个圣诞摸彩的晚会。那再来是20号在我们教会，就是礼拜2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有个泰泽的烛光祷告会。然后12月23日在宜兰市这边有参加研讨会的一个圣诞灯的游行庆典，那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参加。那24号在我们教会有举办救主圣诞晚会吼，那我们这边也征召5名陪谈者跟跟进服侍者吼，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服侍。那12月24号的晚上8点25分到10点，那我们会有报佳音的活动，那欢迎大家能够参加我们的报佳音活动，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12月25号在我们的本会有举办圣诞感恩礼拜，还有那个感恩礼拜暨圣礼典，那这是合堂的部分，那也会针对2023年的新任会长、学校校长的就任部分进行那个聘书的部分吼。然后在12月25号的晚上7点到晚上9点，在宜兰运动公园有那个爱在圣诞、爱在宜兰的县政府办的那个圣诞摸彩音乐晚会跟市集吼。那我们这边我们有参与服事，那我们需要10位的陪谈者跟跟进者，那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再来就是代祷事项，那我们就会请看代祷事项及注意事项，以及上周聚会出席的奉献内容，以及我们的侍奉表、会计报告，那都请大家参阅我们的周报内容。那如果有错误的部分，请向我们的干事这边反映。好，以上报告。那牧师有要补充的？兄弟平安，咱今仔日周报内面有非常多内容吼，我小可搁提醒，就是拜六这个礼拜6，咱的这个圣诞布置。伊即个布置落去布置了，咱过过来就是要开始安尼迎接咱整个即个圣诞月所有的即个，包括对县府的点灯开始吼。那所以咱教会的部分，咱爱先布置好势咱也就是讲，咱教会吼会通互人安尼经过咱教会的时阵，就会通安尼马上看会到吼。这是互教会、互外口的人有先第一个印象。过过来就是咱伫咧即个咱昨已经有完成即个西所爱无限的关怀事工的即个那个培训说明会。若有兄弟吼你因为昨时间都还袂好势，请咱去咱教会的即个 YouTube 的官方频道面顶有写即个那个关怀培训事工的迄个标题，咱去面顶看。即个事工。因为咱总共要关怀100户的即个弱势家庭，所以即个内底的事工非常真要紧，就是咱期待咱无去关心的过程内面造成无必要的即个困扰。所以咱若有要参加即个事奉的人，请你一定要有去看过迄个影片。若假使你昨无参与即个说明会，请咱爱去看迄个影片。你若无参与，你若无看迄个影片，请咱就毋好参加，因为咱无期待讲，因为咱会无了解，致使到咱去到位，原底本地好意则变歹意，所以咱伫咧中间，咱爱去注意一寡遐注意的事项。过来就是咱，过来咱即个事工后壁嘛要接续，就是即个更生团契的即个天使树的即个活动，所以咱的迄个关怀的迄个培训嘛会落实伫咧即个天使树的即个事工的面顶，所以请咱兄弟
那上帝伫咱的心内有放迄个感动伫内面的时阵，请咱毋好消灭圣神的感动。所以咱伫咧即个后壁遐所有圣诞月的所有的遮个活动，请咱若伫咧你心内有迄个感动，上帝伫咧内面，互你感动讲啊，我要来参与伫咧倒一个事工的顶面，咱特别有用较深色的字写的所在啊。你若有迄个感动啊，就安尼毋通客气吼，毋通讲爱人甲你招吼，上帝甲你招，你就赶紧欢喜来回应，毋通搁伫遐讲爱着爱人甲你招才要去吼。啊，咱伫迄中间，咱共同来参与伫咧即个事工，上重要就是要互人伫咧圣诞月的时阵看到基督徒啊，也互基督的名会通伫迄个中间来得到高举。所以咱做遮个事工，咱有需要有遮侪人来参与吼。咱宜兰总共差不多约45万人，但是咱的基督徒到底有偌济？咱要安怎互伫咧即个？尤其伫咧即个圣诞节的时阵，互人看见基督徒，甲互基督的名来得到高举，吼，咱需要做一寡代志，互人搁较安尼会通来认捌主。那特别咱有做即个陪谈的即个事工，尤其是陪谈的事工，咱后壁到时阵咱会有做即个培训的工作，培训的影片嘛，拢已经做好势。但是一样的培训内面有需要做啥物款的注意的代志，面顶拢已经有甲咱影片内底拢有甲咱讲，因为这是属于即个联导会的即个事工，所以咱会注意看到，伫咧12月24的所在，咱教会本身有迄个圣诞的暗会，你会注意到内面咱阁有包括到一个叫做征召5位的陪谈的跟进服侍者。是安那咱的圣诞暗会是安那会阁需要有陪谈跟进，因为咱迄天圣诞暗会咱有即个迄个表演吼，迄个演戏等等遮的后壁，咱会有一个小小的迄个安尼呼召，迄个呼召上主要是因为咱伫咧头前12月初1到20。咱去做即个关怀即个弱势家庭，咱到时阵咱会要邀请遮个家庭，吼，若会使时间拄好会好势，请因欢迎因来咱的教会参与即个圣诞暗会。咱会通借着迄款安尼时间，会通有机会甲因接触到，所以咱期待有一寡安尼有经过训练的兄弟，咱会通甲因有做一个陪谈，伫咧即个会后做一个陪谈，期待会通。福音的种子会通伫咧因的心内来种落，所以这是安尼伫即个所在特别甲咱安尼邀请，互咱会通安尼做更较好的事工，互基督的名得到高举。以上，请咱同齐来祈祷。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非常的难过，但我们也要不住的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现在要为这个世界祷告。这个世界因为遇到了战争、疫情以及天然灾害的关系，有许多的人，他们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生活，以及他们的生命。主啊，请你成为他们的帮助，求你亲自降临。宽慰他们。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台湾来祷告。主啊，11月26，我们的台湾要进入选举。主啊，求你亲自降福于我们这个国家，请你降下智慧和这些灵命。主啊，请你让我们这些被选出来的人，能够用谦卑和爱去关怀我们周遭所有的人事物。使我们台湾全体的百姓能得到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啊，我们教会已经陆陆续续选出明年度的新任的同工。主啊，请你让这些同工们拥有主你的大能和智慧，也请你祝福这些各团契小组的会友们、小组的成员们，都有主你的恩典，让整个团契都有主你的爱。一起往前行。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70周年的教会献堂
以及接下来的圣诞晚会的活动，主啊，我们要摆上。主啊，请你让我们有合一的心，一同为上帝你做工。让我们知道上帝你希望我们教会成为怎样的一间教会，让我们用合一的心、合一的意念来成就上帝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那些身体欠安的长辈们祷告。主啊，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医疗的资源的帮助，可是他们依然有许多的苦楚。主啊，请你亲自来降临安慰跟医治他们，请你保守他们。主啊，请你保守我们这些内心有软弱的人们。主啊，他们渴望你的大能和你的灵恩来医治他们内心的伤痛。主啊，也请你保守我们的青年们。主啊，在这个世界的洪流当中，我们的步伐越来越快，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世界的庞大的洪流当中，容易淹没在其中。主啊，请你赐下大能，帮我们在这个洪流当中能够静下脚步，聆听你的话语，看到主你的眼光，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恳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献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上主大仁爱，延点你心爱，做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做眼光配合你眼珠，比宽开嘞。做先生不是嘞对这些高颜色的。愿上主大仁爱，延点你心爱，做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做眼光变着你眼珠，比宽开嘞。做先生不是嘞对这些高颜色的。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密道闭会。